是2个礼拜，一旦学会踩油来着。房租最低5900，退休工资3800，住么住不起，来么来结结，算上个一餐，电茶烟酒。请问你多大年纪了89，退休之前在哪里工作的？我在医院工作。85岁，我是搞计算机科研的。81岁，电力系统的工程师。看看清一色事业单位退休。还有精神神仙高的日脚位，打打乒乓，练练书法，白相相游戏，扫扫足球。冷天用电脑，热天吹空调，随手挖点跟斗，接得绳子一捞，衣裳后事马上冲得来。再来看看企业单位退休的，这还来浦山楼下头补补太阳，6月10日他们楼上扫扫，跟斗一挖，他浪子也没人晓得。同样30-40年工龄，同样建设社会主义，同样跟党走。为啥大家一退休随便住2个世界的人，想子半日只有一种可能，来通向人生终点站的大路浪向，必须分工明确。事业单位退休的负责医科试点，企业单位退休的负责监考扑数。360上行出状元，谁看商人活得啥？